户。南投新义的石木国小本单15几年要举行毕业典礼，目前今年因落太热，使到当天主要的职业航海片头有本来留下巴，过唔得的，故所然后3年期盼，也因为大家如看到天灾过无情，故所嗰种韩国晓得嘅珍惜，喺典礼上毕业生的书，如不是如看到过很咯。新生团家长除了对新人呢有过多嘅祝福，对学校未来嘅发展也过少。拜拜水灾发生了后，真多外地嘅社会资源来到石木国小，呢批学生未认为安尼有个较多年嘅学习机会。对相片度时时看到给人欢喜嘅学习过程。在这1年来，我们因为风灾之后也受惠很多，我们的教学不停摆，甚至于更丰富，我们的教学活动更多元，甚至我们的视野可以拓展到外面。看到了请泰哥哥、泰姐姐所离开学校，学弟没有模拟讲出心肝调度，请真心嘅祝福。我上到年中毕业后，学校都就看唔到年中嘞，本来祈祷都唔攀得。不过负责教学生开发嘅成绩，实系要见到咁快，因为呢些学生特别所以读到老师，所以冒险来上课，安尼嘅情形家长未减少。很多生也来读书，各位爱与仔细瞧，这冒着生命危险来上课，真的是很比较不值得啦，真的。那我们家长的想法就是讲，每一天都会钱都好晒一套。今年石木国小有4届學生畢業，人數算係較多嘅一年。未認為大家已經同班6年嘞，所以典禮上前多年所只唔盼得流落目接，還有人手牽手，看得出佢哋相互之間濃厚嘅感情。唔盼得嘛當歡喜，唔盼得係愛老同好歡快，當歡喜係老師咧，唔是小魔法圖嚟學教。對日本時代嘅公司所開始，石木國小經過幾十年嘅歲月，你下唔單止讀到少子化嘅問題，還會承受天災帶來嘅威脅。石木國小係咪認為安尼是並到其他嘅學校，前到先生同家長都唔肯討論，但是呢個難題，實係村民早晚愛讀到嘅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條報道。